Hello，大家好，又係我啦。今日咧，我決定咧開呢個係咪得光得啫？嗱，我講俾個名大家聽，A 博士嘅下級補給箱。啱啱整出嚟嘅啫。嚟啦，3、2、1，剔咩嚟嘅？研究資金20日。咩？當你此道具只能喺起初7500蚊嘅災難或者災難相當關係可以用到嘅，即當你遊戲時，美金即刻變做32000，有咩用啊？冇用啊！好慘啊！呢個有冇得啊？又有啦，中級嘅，開多次先。A 博士嘅中級補給箱，開。我冇咁知啊。等級提升掣冇用。上級就一定冇啦。啱啱攞就上級就啦，你睇下。上級好似冇喎。點解開一個啊？係冇個。我諗分解個巨虎，但係巨虎咧唔係永久嘅，轉出去轉。巨虎得6月12日嘅啫，延遲都係12張嘅啫，最多12張啊！梗係等到12號先延遲啦，係先？我真聰明啊！好啦，今日就咁啦，See you guys。